被譽為台慶前哨戰嘅 TVB 馬來西亞星光匯萃頒獎典禮2015圓滿落幕，各個獎項亦名花有主。正身在沖繩拍攝巨輪2嘅陳展鵬，憑住張寶仔大熱勇奪視帝。佢透過視像訪問發表得獎感受。馬來西亞嘅朋友，你哋好，我係陳展鵬。咁今次因為我要拍緊巨輪2喺沖繩嗰度取景啦，同埋都幾趕氣，所以過唔到嚟同你哋大家一齊參加呢個 party。但係好開心，我終於可以等到呢個獎啦！爭持激烈嘅視後寶座一直引起全城關注，當中以鬼同你 OT 兩位主角胡定欣同田蕊妮嘅呼聲最高，最終佢哋真係神同步，雙雙奪得最喜愛 TVB 女主角，上到台當然亦係神同步，一齊爆喊啦！定欣係咪要喊下先啊？好開心！我諗咧，呢一刻嘅感覺係我永遠都唔會忘記，真係好開心。而袁偉豪憑拆局專家嘅出色演技，冚贏張繼聰同楊明，奪得最喜愛 TVB 男配角。女配角獎就由姚子羚憑4個女仔3個巴奪得。至於最喜愛 TVB 電視劇集獎，就由張寶仔勇奪。好報，生日快樂！我知道你3週年啦，咁可以咁講，我係睇住你大嘅，亦都見到你健健康康，希望你嘅事業蒸蒸日上。Happy birthday to you！